有教师团体接到检举，讲中华大业大学退休英语讲座教授黄德祥，竟然开中小学校长培训班哦，一人收3万6，请来上课的老师有真侪拢是官员，对未来校长的遴选哦，可能会有影响力。教师团体是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成立调查小组，要求相关的人哦，都爱提出校长遴选的计划。同德高中所开设的课程，竟然高过我们师培大学还有我们国家院所开的一个课程，收费3万6。讲甲齐头切面，全教总理事长欧俊良特别强调，大业大学退休英语讲座教授黄德祥以个人的名义，伫南投东德高中开设校长培训班，费用唔拿收过悬，而且培训班所请的讲师互相拢有熟悉，怀疑介着利益回避的问题。考试跟遴选需要这些人，考完之后呢？学校办一些计划，学校做访视、评鉴，甚至接一些计划，也是这一群人去，同样高度的一个重叠。受指控的黄德祥教授接受电话访问，认为这款的指控伤过严重，会当开设校长培训班是好代志。是严重的啦，没什么是美事一桩，应该值得表扬才对啊！把教育的种子把它扩散啊，有一点像什么？有一点像善缘啊。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所谓的公益奉献，其实说真的，大家就可以做义工的心态，不要收费去嘛。开设校长培训班，真侪学校拢有咧做。全教总呼吁教育部爱调查培训班的学费甲师资，若准有牵涉利益关系，应该要求相关的人提出校长遴选的计划。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